好，今日講下呢個醫健通先。我已經登入咗啦呢度，我就將香港覆診嘅記錄咧轉咗去中醫院，中醫院可以睇到我嘅醫療記錄嘅。咁咧，你會見到入去咧，你嗰個醫健通會見到跨境健康記錄。我已經交咗一次啦。咁咧，你提交新申請咧，佢呢度會教你點樣做嘅。咁你交咗指定機構咧，佢會發信呢個信息 SMS 去電郵或者 SMS，咁咧就會有個二維碼畀你，用二維碼有個密碼嘅二維碼畀內地嘅醫護，佢就會睇到㗎喇。揀咗嗱，譬如我中山咧，只係有2間醫院可以交啫。陳星海同埋中醫院，咁你見到有其他地方嘅，咁你揀咗，譬如我自己就揀中醫院啦，咁咧就可以出示咗個二維碼，佢出示個二維碼咧，我就可以畀佢啦。申請編號。咁咧點樣喺內地交資料去畀香港嘅醫院睇咧？咁咧就係見到個人資料夾啊，就係呢一度，咁立即更新啦。呢個咧就係個醫療機構可以直接上傳畀香港嘅醫院嘅。咁咧，因為中醫院係唔可以直接，咁係交相片同埋檔案嘅，咁係自行存放記錄。咁你揀機構啦，你見好多醫院都可以揀㗎。咁咧，譬如揀咗中醫院啦，揀年份，跟住揀最新日期啦，係咪？咁你揀完咧就可以喺檔案嗰度